新約福音講章，作者鍾馬田。鍾馬田一向以解經講道聞名於英語世界。活泉已出版了他的《只誇基督十架、救恩的確據》和8巨冊的《以弗所書》系列，使華人基督徒從他受益良多。現今這本新約福音講章，如本社出版的另一本舊約福音講章，不但在他所有作品中獨樹一格，甚至在一般解經書籍中也鳳格獨具，因為他解經的對象是非基督徒。這是他對不信之人的苦口婆心，是對未得救靈魂的循循善誘。鍾馬田牧師經常強調，傳道人的首要職責就是將福音信息傳遞給尚未得救的人。雖然他一生中有40多年在牧養教會，但他認為佈道才是他的主要呼召，他也以佈道家自苦。他每個主日早晚2堂的信息，一定有一篇是鉗對非信徒而講的。他相信沒有一個基督徒是自然而然就悔改相信的，所以教會有責任將福音信息呈現在人面前。他堅持這種信念和作法，幾十年如一日，也因此為我們留下了這麼豐富的素材。本書收集的21篇講章，是鍾馬田牧師剛出來傳道時，在他第一個牧養的沙田教會，每主日晚間傳講的福音信息。其主題經文全取自新約，大部分是主耶穌自己的話語。這些講福音聖旨的講章，將他一顆牧者心懷披露無遺。他對世局的憂心，對失喪靈魂的關切，對陳明救恩的迫切，一一躍然紙上。如果每一個傳道人和信徒都有這份傳福音的熱情，並像他一樣充分使用聖經的話語和聖靈的大能，必然能使教會的光景變換一新。但願本書能成為我們今日傳福音的範本，不論站在講台上的傳道人，或作個人佈道工作的平信徒，都能起而效之，成為福音精兵，在這末世為主打美好的星象。譯者鍾月拿謹釋。主後2003年。